呢週法庭新聞重點落喺幾宗與國家安全嘅案件。逃港嘅郭鳳儀2023年被警方國安處通緝，其父親郭延生涉嫌協助處理佢喺本地保險公司嘅保單資金，違反國安條例被帶上法庭，因需要等候保險公司文件，案件押後到8月6日再訊。男子鬧事散發單張涉顛覆國家政權被拘，出庭後會加控其他罪名。7月9日再訊。社民連主席陳寶瑩等4人涉公眾地方非法籌款，經審訊罪成，分別判罰款由1000至6600元不等。22歲男子涉嫌多次透過網上社交平台 X 及 Instagram 上貼文及貼相，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。由於九龍鬧市張貼單張，內容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，遭國安處拘控。日前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次提堂，被告暫無需答辯。控方表示或有機會新增額外控罪，需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見。案件押後至7月9日再訊，被告申請保釋被拒，繼續還押。社民連主席陳寶瑩、副主席周家發同余偉斌以及牙醫李盈芝涉於2023年喺銅鑼灣及灣仔擺放街站時，冇許可下其公眾地方籌款及展示招貼或海報，被控共12項相關傳票罪，4人否認控罪。經審訊後，日前喺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全部控罪成立，各罰款1000至6600元不等。因35家顛覆案及7·1立會暴動案兩罪罪成，遭判囚近約13年嘅周家成，2023年5月涉嫌將未經懲教人員檢查嘅投訴表格交俾30歲女助理律師，已轉交申訴專員公署。兩人經審訊後，周家成判監3天，女被告胡詠詩罰款1800元。二人不服上訴，被駁回兩人定罪上訴，但周家成刑罰上訴得直，改判罰款1800元。涉案助理律師已向中院提出上訴許可申請，但暫未有聆訊日期。逃港嘅郭鳳儀2023年被警方國安處通緝，其父親郭延生涉嫌協助處理佢喺本地保險公司嘅保單資金，被警方國安處起訴涉及處理潛逃者資金的罪行。郭父上月底被捕後還押，向高院申請獲准以現金及人事擔保各20萬保釋。佢日前再被帶上西九龍法院提訊，控辯雙方同意將案件押後，等候保險公司提供嘅保險文件。案件8月6日下午再訊。呢週法庭新聞重點講到呢度，下週再會。